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弟兄姊妹、朋友們，主內平安。感謝主，今天我有這個機會，感謝主，今日有機會給大家分享匯報我6月份跟着尤洪杰牧師師母去意大利短宣的服事。同大家分享一下6月份我跟住姚文傑牧師去意大利短宣嘅事。因為時間的關係，時間嘅關係，我會簡單的匯報一下短宣隊的組成和服事。我會簡單咁分享下短宣隊嘅組成同埋服事，主要是我自己的感動的分享。同埋自己感動嘅分享。我們這個短宣隊一共有4個成員。我哋呢次短宣隊有4個成員。尤洪杰牧師主要是分享主題信息，姚文傑牧師主要係分享主題信息。於師母、大軍牧師和我負責帶工作坊。師母、大軍牧師同埋我負責帶工作坊。我們這一次在意大利參加了2個培靈會。呢次喺意大利參加咗2個培靈會。下一個版本。第一個培靈會6月26號到28號是在意大利北部的米蘭華人教會的培靈會。第一個係6月26號到28號喺意大利北部嘅米蘭華人教會度舉行。有500多位弟兄姐妹參加這個培靈會。有500幾位弟兄姊妹參加呢次培靈會。另外還有60多位上百部的學員來自歐洲各國參加師生見面會。仲有10幾位嚟自歐洲各國嘅香港嘅會員。好，下一張，再下一張。第2個3天的培靈會在意大利的中部。第2個3日嘅培靈會喺意大利嘅中部，主要是為了青年領袖250位年輕人，來自意大利，從南部到中部到北部幾十個華人教會的青年領袖。主要就係嚟自各個教會嘅青年領袖，大概有250幾位。好，下面，再下面。那首先我想給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的榜樣。首先我分享一下係美好嘅榜樣。有一位屬靈長輩李秀全牧師以前說過，有一位屬靈嘅長輩秀全牧師講過，作為牧師傳道人，作為牧師傳道人，生命是最好的獎章，生命係最好嘅獎章，生活是最好的獎牌。生活係最好嘅獎牌。這一次參加短宣隊和於牧師師母一起服侍了6天。呢次對與牧師師母一齊咗6天，實在是看到他們生命的見證和美好的榜樣。就係睇到佢哋嘅生命見證同埋美好嘅榜樣。這一次其實於牧師師母他們都是身體非常的軟弱。其實呢次牧師師母佢哋身體都好軟弱。於牧師告訴我們，他有一個4.2公分大的心血管瘤。牧師話俾我聽，佢有個4.2公分大嘅心血管瘤，還有一個腦血管，有一個腦血管。他的醫生給他說，這2個血管瘤就像2個電視大麥。醫生同佢講，呢2個血瘤就係好似一個電視大麥咁，隨時都有可能出問題。另外，於牧師還有非常嚴重的偏頭痛和血壓高的問題。另外，於牧師仲非常嚴重嘅偏頭痛同埋血壓高。可是因着血管瘤和血壓高，他不能夠吃止痛片來止他的頭痛。但係因為血管瘤同埋血壓高，佢唔可以食止痛片。每一次都是忍着劇烈的頭痛來講道。每一次都係劇烈嘅頭痛嘅狀況之下去講道。於師母的身體也很軟弱。於師母嘅身體都好軟弱。平時他的血壓高血壓是80，低血壓是50。平時嘅血壓高壓係80，低壓係50。去意大利以前，有一天於師母突然昏倒了。
去意大利前，突然間有一日佢暈低，被送去了急診室，送咗去急診，他的血壓只有50/30。佢血壓只有高壓50，低壓30。他們的醫生讓他們2個人臥床休養，佢哋嘅醫生叫佢哋兩個係臥床休息嘅，可是他們冒着每天37度、38度的高溫，拼了命到歐洲去服侍主、服侍眾弟兄姐妹。但係佢哋係冒住每日37、8度嘅高溫喺意大利拼命咁去意大利短宣。眾弟兄姐妹都非常被感動。眾位弟兄姊妹都非常之被感動。我們離開意大利回美國的時候，我哋離開意大利返美國嘅時候，他們第一站的飛機就晚點了。佢第一站嘅飛機就已經 delay 咗晚點，結果一路晚點，結果係一路咁晚點。本來是15個小時的旅程，本來15個鐘嘅路程，他們花了35個小時才到。結果佢哋花咗35個鐘先至到。回到加州以後，余師母就病倒了。返到屋企之後，余師母就病低咗，患了嚴重的 shingles， 就是那個帶狀疱疹，患咗嚴重嘅帶狀疱疹，真是讓人又感動又心疼。真係使人哋嘅又感動又心痛。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余牧師師母。請大家喺禱告中都紀念余牧師師母。在意大利還認識一對黃牧師師母。喺意大利仲認識一對黃牧師師母。黃牧師70歲的時候在台灣退休了。黃牧師70歲嘅時候喺台灣退休。黃牧師和師母兩個人現在在意大利做長宣宣教士。黃牧師師母而家喺意大利做長宣宣教士，背這個雙肩包到處跑去栽培年輕的領袖。孭住個背囊周圍去傳福音。第二個感動想分享的就是青年領袖。第二個想分享嘅係青年領袖。我在短宣的過程中注意到意大利的華人教會非常重視青年領袖的栽培。短宣中發現意大利嘅教會非常之注重青年領袖嘅培養。他們每年有好幾次的培靈會，專門為了青年領袖。佢哋每年有幾次嘅培靈會係專門為咗呢啲青年領袖嘅。董牧師告訴我，他年底也要去意大利。董牧師話俾我聽，佢年底都要去意大利。除了給眾教會的培靈以外，有一個專門的培靈會，就是造就青年領袖。除咗俾各個教會培靈會之後，仲有一個係專門為咗青年嘅培靈會。那邊的華人教會也非常注重自己牧師的栽培。嗰度嘅華人教會都非常之注重自己牧師嘅栽培。他們選拔推薦他們的年輕的領袖去讀神學院做牧師。佢哋選拔推薦自己教會嘅年輕人去讀神學。我們第二個培靈會在意大利，第二個培靈會就是專門為了青年領袖的培靈會。我哋第二個培靈會就係專門為咗青年領袖嘅培靈會。250位年輕人被邀請，來自60多個華人教會參加這個培靈會。250個年輕人被邀請，佢係嚟自60幾個教會。這些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來自溫州的華人家庭。呢啲年輕人咧，基本上都係嚟自溫州嘅華人家庭。他們的國語非常的流利。佢哋嘅國語好流利。在和他們的交往對話當中，同佢哋嘅交往對話當中，我深深的被他們感動，深深咁被佢哋感動。他們渴慕和主的關係，佢哋渴慕同主嘅關係，渴慕主的話語，渴慕主嘅話語。屬靈上真的是很成熟，屬靈上真係好成熟。看着他們，讓我想到我們自己教會的年輕人。睇到佢哋，使我諗起我哋自己教會嘅年輕人。求主的聖靈啟發我們，帶領我們，感動我們。求主嘅聖靈啟發我哋，帶領我哋，讓我們向我們的藍真弟兄和朱明姐妹來學習，使我哋好似朱敏、藍真佢哋咁學習。
他們打開自己的家，佢哋打開自己嘅家庭，邀請這些年輕人，就是 Kopoko 這個團契的年輕人到他們家裏來，邀請年青人去佢屋企團契，關心他們，愛護他們，關心佢哋，愛護佢哋，給他們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同佢哋，為神的國造就青年領袖。為神嘅國造就青年領袖。最後一個分享就是主的呼召。最後一個分享係主嘅呼召。昨天晚上，嘉華牧師在這邊有呼召。琴晚牧師亦都有個呼召。在意大利最後一個晚上，余牧師也有呼召。喺意大利最後一個晚黑，余牧師都有呼召。奉主的名發出呼召。奉主嘅名發出呼召。邀請年輕的同工們把自己奉獻給主，為主所用。邀請年輕嘅同工們把自己奉獻出嚟，為主所用。當時我是坐在我們詩班這個位置。當時我坐喺一邊，好似而家詩班嗰個位置。我可以看到整個的會場，可以睇到成個會場。我看到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站起來。我睇到幾乎所有嘅年輕人都企咗起身，流着眼淚回應呼召，流住眼淚咁回應呼召。聽着余牧師的呼召，聽到余牧師嘅呼召，看着年輕人的回應，睇到年輕人嘅回應，讓我想到25年以前跟着李牧師師母去瑞士短宣的時候，所以我諗起20幾年前跟住李牧師師母去對瑞士短宣嘅情況。那天李牧師發出呼召的時候，當李牧師發出呼召嘅時候，所有的人都走到了台前，所有人都行到台前，摸到有朋友接受主為他們的救主，慕道友接受主為佢嘅救主，基督徒願意把自己獻給主，為主所用。基督徒願意將自己獻上為主所用。當時我也是淚流滿面走到台前，當時我都係淚流滿面咁走到台前。所以那天聽到余牧師呼召的時候，所以嗰日聽到余牧師嘅呼召，我再一次的被感動，我再一次咁被感動，我也站了起來，我都企咗起身，我舉起手來禱告給主說，我舉起手同主禱告。主耶穌啊，我知道我不配，主耶穌啊，我知道我唔配，我很有限，很軟弱，我好有限，好軟弱，年齡也大了，年紀亦都大，但是主我願意，但係主我願意，我願意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主，我願意將自己當作活祭獻給主，不管以後還有多少歲月，不管以後仲有幾多歲月，不管是10年、8年、3年、5年，唔理係10年、8年、3年、5年，還是1年、2年，定係1年、2年，我願意為主而活，為主所用。我願意為主而活，為主所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謝謝大家，感謝大家。詩班的獻詩也是敬拜的一部分。詩班你哋嘅獻詩都係我哋敬拜嘅一部分。但願剛剛的歌詞但願我哋啱啱嘅歌詞也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禱告。亦都係成為我哋每一位嘅祈禱。感謝主，我們看到暴風過去了。感謝主，呢一場暴風好似係過去咗啦。其實這很像我們基督徒的人生，就係好似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咁樣，我們都會經歷風暴，我哋都係會經歷風暴。可是我們都會知道有過去的一天，但係我哋都知道呢個風暴係會有過去嘅一日，所以這改變我們人生的態度。所以就能夠改變我哋人生嘅態度。而今天的最後一堂信息，而今日我哋最後呢一堂嘅信息呢，我想要來回到福音，繼續來講福音。我係希望能夠繼續嚟同大家講福音。就是福音到底如何的重塑我們的人生呢？就係話福音係能夠如何咁重塑我哋嘅人生。剛剛 Pastor John 講到他在意大利遇到了一個黃牧師夫婦。啱啱 Pastor John 佢講到話喺意大利佢遇到一對姓黃嘅牧師夫婦。那個黃牧師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我。其實嗰位黃牧師喺我好細個嗰時候佢已經識得我。多小的時候呢？到底有幾細個呢？在我還在我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係我仲喺我媽媽嘅肚裏頭，佢就識我噶啦。因為我的爸爸是他以前大學團契的輔導。因為我爸爸咧係佢以前喺大學裏頭讀書嘅時候嘅輔導員。黃牧師大學的時候，他看到我。係黃牧師仲喺讀大學嘅時候，佢就見過我啦。他說：你就是董家華哦。佢話：哇，原來你就係嗰個董家華啊！你以前皮得要死。佢話你以前係曳到咩咁？感謝主，感謝主。上帝什麼樣的人都可以用。上帝佢係
點樣嘅人，上帝都可以使用。所以今天當我們看年輕人的時候，所以今日當我睇到啲年青人，不要只是看他們現在的這個樣子，唔好只係睇到佢而家嗰個樣，求上帝給我們一個眼光，求上帝賜俾我哋一個眼光，看到他們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是什麼樣子。可以睇到佢哋喺上帝嘅手裏頭可以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在我大學的時候，我讀大學嘅時候呢，每一次如果我要出國，每一次如果我要出國，黃牧師就會跟我說，黃牧師就會嚟同我講，你要去哪裡？佢話你要去邊呢？我介紹那裡的教會領袖給你認識。我把當地嘅教會領袖介紹俾你識啦。所以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所以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就因為這些前輩們的成全，就係因住呢啲前輩佢哋嘅成全，有機會認識許許多多我很仰慕的人。所以我就有機會去認識到好多我係仰慕嘅嗰啲前輩。而在我大學2年級升3年級的時候，我喺大學嘅2年級升3年級嘅時候呢，當時我們教會要辦一個佈道會，當時我哋教會係要舉辦一個佈道會，舉全教會之力要辦佈道會，係要傾呢個全教會之力要嚟舉辦呢個佈道會，露天的佈道會，係一個露天嘅佈道會啊。估計大概會有300多人來參加，估計咧係會有300幾個人會嚟參加。在佈道會之前的幾個月，喺佈道會之前嘅幾個月咧，我當時的主任牧師就來跟我說，當時我嘅主任牧師咧，佢就過嚟同我講話，說嘉華，佢話嘉華，這次佈道會需要你來幫忙。呢次嘅佈道會咧需要你嚟幫手。我想說要搬椅子嗎？我話係咪要嚟幫下啲台凳啊？要當招待嗎？係咪要嚟做招待員？要指揮交通嗎？係咪需要去指揮交通？他說不是。牧師話唔係啊。他說我想請你來當佈道會的講員。我係想邀請你嚟做呢個佈道會嘅講員。我嚇死了，我真係嚇咗一大跳。那次的佈道會是我人生第一次講道。呢一次嘅佈道會係我人生嘅第一場講道。呼召的時候我閉着眼睛不敢看。呼召嘅時候我眯埋雙眼，根本就唔夠膽睇底下。講員都會叫大家閉眼睛嘛，因為講員都要大家眯埋隻眼嘛。我自己是講員，咁我自己係講員啦。我不敢看，我唔夠膽睇下邊，因為我覺得慘不忍睹。因為我覺得一定係會慘不忍睹。講完佈道會之後，我就衝下台。所以講完呢個佈道會之後咧，我即刻就衝咗落台。我看到我的父親，我睇到我嘅父親，我就抱着他哭了。我就抱住佢，我就喊咗出聲。我跟他說，我覺得我很對不起教會。我話俾佢聽，我真係覺得我好對唔住個教會。教會花了這麼大的力氣舉辦這個佈道會，教會用咗咁大嘅力量嚟舉辦呢個佈道會，卻砸在我的手上。但係就喺我個手上邊被搞壞咗。我為此1個禮拜很內疚。為咗呢件事，我成個禮拜都非常之內疚。1個禮拜後，1個禮拜之後呢，同工把當天佈道會的照片給我看。同工咧就將當時佈道會嘅嗰啲相咧俾我睇。他們很不聽話，佢哋好唔聽話喎。我叫大家要閉眼睛的，我係嗌大家眯埋隻眼啊嘛。他們怎麼可以在那個時候照相呢？佢哋點解可以喺嗰個時候影相咧？可是那張照片讓我非常的驚訝。但係嗰張相令到我非常之驚訝。那可能是我這輩子講佈道會，可能嗰次係我講佈道會決志率最高的一次，成世人到而家為止決志率最高嘅一場佈道會。後來我的訓練變多了，後來我受到更加多嘅訓練，我也越來越有經驗了。我亦都越嚟越多嘅經驗。可是我覺得都沒有那一次有果效。但係我發現都冇嗰一場佈道會嘅果效好。我想上帝用這個經驗提醒我們每一個人。所以我諗上帝佢就係用一個咁嘅經驗嚟提醒我哋每一個人。人生真的從頭到尾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人生其實我哋從頭到尾都係喺度依靠上帝嘅恩典。不是年輕的時候需要多一點恩典，唔係話當我哋年輕嘅時候就需要多啲恩典，然後老練了就不太需要恩典。然後到老練咗之後咧就唔係咁需要，而是從頭到尾都需要恩典。而係我哋從頭到尾我哋都需要恩典。而同樣的福音不只是對非基督徒來講是重要的，同樣嘅福音唔單止係對啲非基督徒嚟講係重要，對基督徒而言也同樣重要。對啲基督徒而講一樣係咁重要。所以今天我想從4個角度，所以今日我係想透過4個角度：上帝的創造跟救贖，上帝嘅創造同埋救贖，上帝的使命跟他的新創造，上帝嘅使命同埋佢嘅新創造，來看福音如何塑造改變我們的我哋生命。一齊嚟睇下福音佢係點樣嚟重塑我哋嘅生命。
首先，福音是上帝的創造大能。首先，福音係上帝創造嘅大能。我們活在一個時代，我哋係活喺咁樣嘅一個時代，是我們都在掙扎我們的價值尊嚴到底是有沒有價值跟尊嚴的一個年代。係我哋都喺度掙扎緊，我哋嘅生命到底有冇意義、有冇價值、有冇尊嚴嘅時代。我不知道你成長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我唔知道你係生長喺一個點樣嘅環境，但我覺得從小社會學校不斷的就告訴我知道從細社會啦、學校啦，都喺度不斷咁樣話俾我聽，你的價值在於你的成就。你嘅價值係在乎你嘅成就。小時候是用成績來衡量，細個嗰時候咧就睇下你嘅成績啦，長大是用薪水來衡量，大個咗之後咧就睇下你嘅收入、你嘅人工。獻身做牧師的時候是用你的事工來衡量。而做牧師咧就係睇下你嘅事工點樣。我不知道老了之後是要怎麼衡量，可是一定還有別的衡量尺度。我唔知道等我老咗之後咧，仲有啲咩衡量嘅標準，但係一定係有一個衡量嘅標準。可是你知道，如果我們的價值是用我們的成就來衡量的話，但係大家知道，如果我哋嘅價值係用成就嚟衡量嘅話，我們只有可能活在兩種情緒裡面。我哋就只能夠活喺呢兩種嘅情緒底下。第一種就是無止境的焦慮，第一種咧就係嗰種無止境嘅焦慮，因為你覺得自己還沒有達到人生成就的巔峰，因為你總係會覺得你冇能夠達到呢個人生成就嘅巔峰，所以我們很努力想要達到更高的成就，所以我哋非常之努力想要取得更加高嘅成就，來賺取自己更高的價值。然之後嚟賺到我哋更加高嘅價值。好，就算有一天你真的達到人生成就的巔峰，可能有一日你真係能夠達到你人生成就嘅巔峰，然後呢？但係咧，巔峰的意思就是從此一路下坡。巔峰嘅意思就係話從此之後你就一路走下坡路，所以那是一個無止境的絕望，咁就係陷入一種無止境嘅絕望當中，因為你永遠都回不到巔峰了。因為你係永遠都唔翻得到嗰個巔峰啦嘛。如果你我人生的價值是建立在我們的成就，如果你我嘅人生價值就係喺建立我哋嘅成就上邊，我們要麼在焦慮當中，我哋如果唔係喺焦慮裏頭，我們要麼在絕望當中，咁我哋就喺絕望當中。而且更慘的是，而且更加慘嘅事情係，我們怎麼知道我們達到人生成就的巔峰呢？我哋點先至知道我哋已經取得咗人生成就嘅巔峰呢？通常是過了之後回頭看才發現，哦，那是巔峰。通常都係你過咗去之後，你先回頭睇下先，哦，原來我已經喺咗個巔峰上邊。那你知道其實我們的出路是什麼嗎？所以你知道我哋嘅出路喺邊度嗎？除非你我的價值不是建立在我們的成就，除非你我嘅價值唔係建立喺呢個成就上邊，而是建立在其他的事物上面。而係建立喺其他嘅啲事物上邊。Cornell 大學的基因病理學教授 Pravin Satipathy， 康奈爾大學有一位教授叫做 Pravin， 他有一次在演講的時候，有一次佢喺演講當中嘅時候，他講到說，科學告訴我們，我們的基因病理結構跟其他的物種是非常相似的。科學話俾我哋聽，我哋嘅基因生理結構同其他嘅物種其實係非常之一樣，相似。而且構成人類的基本的物質跟構成宇宙星辰的物質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而且構成我哋人類嘅一啲基本嘅物質，同呢個構造星辰上邊其他物質嘅嘢，基本事情嘅嘢一樣噶。我聽到那個時候，覺得這不就是徹頭徹尾的無神論的一個想法嗎？咁我聽到呢個之後話，呢個咪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無神論啦咩？一個唯物主義的想法嗎？係一種唯物主義嘅諗法啦咩？可是聽到最後，我才發現這位教授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但係講到最後尾，聽到最後尾，我先發現，原來呢個作者係呢個教授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他怎麼可能是基督徒呢？佢點可以係個基督徒啊？他在演講的最後，佢喺佢嘅演講嘅最後，他說到使人與萬物有區別的關鍵所在。佢話能夠將人同埋萬物區分開嚟嘅關鍵，是在於當上帝創造人之後，係在於上帝佢創造咗人之後，上帝選擇對人說話，上帝佢選擇咗嚟對人說話，上帝選擇祝福了我們，上帝佢選擇祝福咗我哋，祝福咗人，並賦予我們管理看守的使命，而且係賦予我哋人
管理同埋看守嘅使命。所以我們的尊嚴跟價值的來源，所以我哋嘅尊嚴同埋價值嘅源頭，不是在我們做了什麼，唔在乎我哋做咗啲咩，而是在上帝做了什麼。而係在乎上帝佢做咗啲乜嘢。因此昨天晚上我講到我的奶奶，所以我琴日喺度提到我嘅媽媽，從人的角度，她可能能做得越來越少，甚至將來什麼都不能做了。從人嘅角度嚟講，佢可能做得係越嚟越少，甚至有一日咩都做唔到。但她的尊嚴跟價值一點都不減少，但係佢嘅尊嚴同埋價值係一啲都冇減少，因為她的尊嚴跟價值是建立在上帝的選擇上面。因為佢嘅尊嚴同埋價值係建立喺上帝嘅揀選上邊。弟兄姐妹，你我也都一樣，弟兄姊妹，你同埋我都係一樣，不要再掙扎用成就證明自己了。唔好再喺嗰度掙扎，試圖用呢個成就嚟證明你自己，一山還有一山高，因為一山仲有一山高。你再有錢，總有人比你更有錢；你再有錢，一定有人比你仲有錢；你再有學問，也有人比你更有學問。你再有學問，亦都一定有人會比你更加有學問。而且這一切都會過去的。而且呢一切都會過去。如果這是我們價值的來源，如果呢個就係我哋價值嘅來源嘅話，我們永遠會活在絕望當中。我哋永遠就會活喺呢個絕望當中。但是福音提醒我們，但係福音係提醒我哋，我們的價值是建立在上帝的作為上。我哋嘅價值其實係建立喺上帝嘅作為之上，因此是人奪不走的，係人冇辦法奪走嘅。別人的評價無法奪走你的價值，其他人嘅評價係冇辦法奪走攞走我哋嘅價值，甚至你的自我評價也不能抹殺你的價值。甚至你嘅自我評價都冇辦法抹殺你嘅自我價值。讓我們把生命的價值建立在正確的根基上。我哋都嚟一齊將我哋嘅價值建立喺正確嘅根基之上。其次，福音是上帝創造的大能，但也是上帝救贖的大能。福音佢係上帝創造嘅大能，但同樣係上帝佢救贖嘅大能。我很喜歡一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路加福音3章22節這樣說。有一位基督徒嘅作家，佢用路加福音3章22節咁嚟講。當耶穌受洗的時候，天上有個聲音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當耶穌佢領受洗禮嘅時候，天上有個聲音就話：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他就問說：這句話是在耶穌進入曠野經歷試探得勝之後，天父講的，還是之前講的？咁佢就問一個問題，佢話天父講呢句說話咧，係耶穌進入嗰個曠野試探之前講嘅咧，係定係經受呢個試探之後講嘅咧？是之前還是之後呢？係之前定係之後咧？有紙本聖經的就很方便，就可以查了哈。如果你手上有聖經嘅話，你翻下就好容易查到啦。數位聖經比較麻煩一點。如果係數字聖經咧，就比較麻煩一啲。是在耶穌在進入曠野之前，天父的宣告。呢個係耶穌佢進入曠野受試探之前，天父嘅宣告。在這個時候，耶穌還沒有勝過試探。喺嗰個時候，耶穌佢仲冇勝過啲試探，還沒有經歷過曠野的考驗，佢仲未有經歷曠野嘅考驗。這位作家說：那為什麼天父在這個時候要宣告呢？咁個作者就問啦：點解天父要喺嗰個時候嚟做呢個宣告呢？為什麼不等耶穌勝過之後才說 Good job？點解佢唔會話喺耶穌勝過試探先至對佢講話你做得真係犀利啦？然後再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而係喺嗰時候就同佢講話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這位作家說非常有可能。呢個作家話非常之有可能嘅。天父講這句話選在這個時間，選擇天父佢選擇呢個時間，選擇呢個時候，不是講給耶穌聽的，佢其實唔係話俾耶穌聽，是講給當時周遭的人聽的，而係佢要話俾當時周圍所有嘅人聽，也是講給今天的我們聽的，亦都係話俾今日嘅你同我聽嘅。上帝宣告耶穌是他的愛子，上帝喺嗰度先宣告耶穌係佢嘅愛子，早在他勝過試探之前，係喺佢勝過呢個試探之前。而我們這些信靠耶穌的人，而我哋呢啲信靠耶穌嘅人，就住在他裡面了，就住喺他裡面。因此我們得以稱為是天父的愛子愛女。所以我哋係被稱為天父嘅愛子愛女，不是因為我們勝過了試探，唔係因為我哋已經勝過嘅試探，不是因為我們得勝了，唔係因為我哋已經得勝，而是天父首先的愛跟揀選。而係首先天父佢嘅愛
同埋佢嘅揀選，是天父的愛跟揀選，使我們能夠面對試探。係天父嘅愛同埋佢嘅揀選，令到我哋能夠面對啲試探。這個順序非常的重要。呢個次序係非常之重要。我們是先領受了恩典。我哋係先領受咗恩典。我很欣賞的一位牧師叫提摩太凱勒牧師。我好欣賞有一位牧師叫做提摩太牧師。有一次有人問他說：牧師，你可不可以用簡單的話講福音到底是什麼？有日有人就問佢話：牧師，你可唔可以用簡單嘅說話，用最簡單嘅說話嚟講下福音係咩？凱勒牧師用了2句話回答。牧師就用咗2句說話咁樣回答。他說：福音就是福音就係你比你想象的更糟糕，你想變得更加糟糕唔好，但上帝比你敢想象的更愛你。但係上帝就咁想象會變得更加愛你。用比較粗俗的話來講，用一個通俗啲嘅說話嚟講，就係話，你以為你是個爛人嗎？你以為你係一個爛人？哦，你比你想象的更爛。你可以諗到比你諗到嘅更加爛。你覺得你已經很糟糕了嗎？你覺得你已經非常之糟糕啦。哦，你還沒有多認識你有多糟糕。但係你可能仲未意識到你到底係有幾咁糟糕。然而上帝對你的愛，然後上帝對你嘅愛呢？上帝對你的接納，上帝佢對你嘅接納呢？上帝對你的赦免，上帝佢對你嘅赦免呢？比你敢想象的更大，比你能夠想象出嚟、敢於想象出嚟嘅更加大。5年前在我接華福總幹事的時候5年前當我接受呢個華福總幹事呢個職位嘅時候，我其中一個最大的懼怕之一，我其中有一個最大嘅懼怕其中之一。你們要不要猜猜是什麼？大家要唔要嚟估係咩呢？有人說男人的試探不外乎3個。有人就話啦，男人嘅試探不外乎就係3樣嘢。名利色。名利色。我覺得我是一個不太愛錢的人。我覺得我唔係一個咁愛錢嘅人啫。我也覺得在男女界限上，我是一個有界限的人。我亦都覺得喺男女之間嘅界限上邊，我都好清楚。可是我覺得我最大的軟弱是我對名聲的愛惜。但係我覺得我最大嘅軟弱就係對名聲嘅愛惜。可是當時我看到華福歷屆的總幹事，但係我又睇到過去華福歷年嘅總幹事，每一個生命都比我美，佢哋每一個嘅生命都比我美好，每一個都比我德高望重，每一個人咧都比我德高望重，人際關係比我好的大有人在。人際關係比我好嘅人真係實在太多啦。可是在這個位置上，每個人都被罵過很慘。但係每一個人坐咗個位置上邊嘅人咧，都俾鬧到咩咁咯。而且不是只是在一間教會被罵，而且唔止係喺一間教會裏頭俾人鬧，可能是在全球的華人教會界被罵。係甚至喺全球嘅華人教會之間都俾人鬧過。所以那時候我要接總幹事的時候，所以當我要接呢個總幹事嘅位置嘅時候，我非常的害怕這件事情。我係好驚呢件事。有一天我在靈修的時候，有一日我喺度靈修，上帝就提醒我，上帝佢就提醒我，嘉華你在怕什麼？佢話嘉華你喺度驚啲咩咧？別人罵你有罵得多難聽？啲人鬧你鬧得有幾咁難聽？你真正值得被罵的比這個更難聽。你可能你真正要值得被鬧嘅係更加難聽。人的罵都沒有罵到點上，啲人鬧你都未鬧到個點上邊。你真正的你其實比那些更糟糕。真正嘅你可能比嗰啲嘢仲衰。突然之間我得到一個好大的釋懷，所以突然間我就得到咗一個好大嘅釋懷。哇，覺得人的評價其實也還好，就覺得其實人對我嘅評價仲可以啦。如果我真的在上帝面前認識我自己是誰，如果我真正喺上帝面前嚟認識到我係一個咩樣嘅人，就會說出保羅的話說，在罪人當中他是一個罪魁。我就會講出保羅所講嘅說話，就係話喺罪人當中我係個罪魁。然而上帝對我的愛跟接納，然而上帝佢對我嘅愛同埋接納，遠遠超過這些。係遠遠超越咗呢一切。我這樣的一個人，我咁樣嘅一個人，上帝竟然愛我，上帝佢居然愛我，竟然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耶穌基督佢居然為我而死，並且接納我們成為天父的兒女，並且接納我哋成為天父嘅兒女。這是福音，上帝救贖的大能。呢個係福音，係上帝救贖嘅大能。而第三個福音不單單是關乎上帝的創造、上帝的救贖，第三點就係福音唔單止係上帝嘅創造同埋救贖，也包含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亦包含咗上帝去賦予我哋嘅使命。我們今天是宣教年會，今日我哋喺度宣教年會。昨天我分享到我小時候想到宣教年會，琴日我分享到我細個嘅時候參加宣教年會，覺得這是一個來
回報上帝的聚會，覺得係一次嚟回報上帝嘅個聚會，就是領受了這麼多的恩典，就係話我哋領受咗咁多嘅恩典，好歹貢獻一點吧，多多少少都貢獻翻一啲嘢啦，好歹表示一下吧。多多少少都嚟表示下啦。可是我漸漸的發現，但係我漸漸就發現，教會所領受的宣教使命，教會所領受嘅宣教使命，其實也是一個大好消息，其實同樣係一個大好消息，就是我們有一個使命，就係話我哋有一個使命，其實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其實係一個天大嘅好消息嚟㗎。你說什麼意思呢？牧師，你瘋了嗎？咁你話牧師，你係咪有啲傻咗啊？你講乜嘢啊？有一次我在一個聚會一個職場的聚會裡面，有一次我喺一個聚會係專門針對一個職場嘅聚會，我就分享說，在我們的工作上也可以帶着上帝給予我們的使命。提到話喺職場上邊嘅工作當中，我哋都可以帶住上帝俾我哋嘅使命。結束之後，一個年輕人跑來找我，咁結束之後咧，個年青人咧就過嚟同我講啦，說牧師啊，你真的不食人間煙火誒！話牧師啊，你係有啲不食人間煙火喎。我工作都累得像條狗了，我都工作做到好似條狗咁，你還要我這隻狗有使命做狗？你仲要話對我呢隻狗話我有使命要繼續做狗？有使命怎麼會是好消息呢？有使命點會係個好消息啦？但我邀請大家，這個時候換一個角度，咁我就同佢講話，我哋換一個角度嚟睇，我們真正缺乏的是什麼呢？我哋真正缺乏嘅係啲咩呢？特別是對當代人，特別係對於當代人，我們其實真正缺乏的不是物質生活的享受，我哋其實真正缺乏嘅唔係對物質生活嘅享受。我們今天你我擁有的物質生活享受，今日你我所擁有到嘅物質生活上邊嘅享受，放在200年前，放喺200年之前，都比當年清朝的王公貝勒還要更高級。大概你比當年嘅皇宮貴胄都更加高級。我們打開冰箱，有冰鎮酸梅汁可以喝。打開個冰箱，你就有啲凍冰冰嘅酸梅汁可以飲。我們出門的時候有汽車可以坐。我哋要出門啦，要出外啦，有汽車可以坐。我們進房間的時候有冷氣，或者是有電扇。返到屋企咧，有電視啦，有風扇啦，有冷氣啦。放在200年前，喺200年之前，這可能是連皇帝都沒有的享受。呢個大概連啲皇帝都唔夠咁諗嘅享受。所以，我們今天真正缺乏的，所以我哋今日真正缺乏嘅，不是物質生活，唔係物質生活，而是缺乏意義。而係缺乏一種意義。為什麼我們有了今天的物質生活水平，我們還是不快樂呢？點解我哋有咗今日嘅生活享受，仲係唔快樂呢？因為當我們看到別人的房子比我大，因為當我哋睇到其他人間屋比我嘅大，別人的汽車比我新，人哋部車咧比我嘅新，別人的薪水比我高，人哋嘅人工比我嘅高，別人度假住的酒店比我的星級還要再高一級，人哋去度假嘅時候住嗰間酒店嘅星級比我嘅要高，我們裡面就開始很焦慮，心裏頭就開始焦躁，覺得很缺乏。覺得有缺乏。可是其實我們真正缺乏的是什麼呢？但係其實我哋真正缺乏嘅係啲咩呢？是背後的意義。係背後嘅意義。我們都好渴望人生是有意義的。我哋都好渴望我哋嘅人生能夠有意義。有 AI 教父之稱的 Jeffrey Hinton，有位 AI 嘅教父之稱叫做 Jeffrey Hinton。有一次他被訪問的時候，被問到人類未來最大的威脅是什麼？有一次佢喺被訪問嘅時候，被問到人類將來最大嘅威脅係乜嘢？他就直接回答一個字，佢就直接咁回答咗一個字 ：joblessness， 沒有工作做，就係冇嘢可以做啦。記者就問：為什麼沒有工作做是最大的危機？記者就問佢點解冇嘢可以冇工可以做係最大嘅危機咧？畢竟今天對我們許多年輕人來講，我不年輕人，對很多人來說，畢竟對於好多年輕嘅人嚟講，我們一生工作不就是追求有一天可以退休嗎？我哋一世人喺度努力工作，咪就係諗住將來一日可以退休咩？不是就追求有一天財務自由了，所以可以不用工作嗎？就係有一日我哋財務自由就唔需要再做嘢啦。後來我看我的父親，我才明白。後來我睇住我嘅爸爸，我就明白到人長期沒有工作，連意義感都會消失。如果一個人佢完全冇工可以做嘅時候，嗰個意義感係會消失。那麼我們就要問他意義來自何處？咁我哋喺度就要問啦，意義來自何處呢？意義不就是來自使命嗎？意義咪就係來自於嗰個使命嗎？一個父親努力的工作，
一位父親佢好努力咁喺度工作，很多時候可以支撐他在那麼辛苦的環境下工作，能夠支撐住佢喺嗰啲咁艱苦嘅環境底下因為他背後工作看到一個意義，就係因為佢睇到背後有一個意義是喺度，我的努力工作，係藉住我嘅努力工作，也許能夠讓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來。可以令到我嘅細路仔將來有更加好嘅未來。他會不會有更好的未來，我不知道。其實佢將來有冇更加好嘅未來，我係唔可是知。這個意義支撐着我們，但係呢種意義就支撐住我哋，所以要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就必須要有一個有使命的人生。所以要有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就必須要有一個有使命嘅人生。因此，當我們看到教會基督徒領受了上帝的使命的時候，所以當我哋睇到基督徒係領受咗上帝嘅使命嘅時候，這其實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耶！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天大嘅好消息。你我活着，你我能夠活着，不是只是要吃喝等死，唔係喺度吃吃喝喝等住死，而是有使命的。而係你有一個使命。換句話講，就是有意義的。換句話就係話係有意義嘅。如果上帝沒有賦予我們使命，如果上帝佢冇賦予我哋使命，那其實受洗之後最好的結局是什麼呢？咁其實我哋領受洗禮之後，最好嘅結局係咩呢？就是立刻有一個雷劈下來，把我們接走。即係即刻有個閃電行雷將我哋劈死，然之後將我哋不接走。就與主同在，好得無比了嗎？咪就係與主同在，好得無比了嗎？可是上帝沒有接走我們，但係上帝佢冇接走我哋，就代表我們今生在世的每一天都是有意義的，就代表住我哋今生仲活喺住嘅時候，每一日都係有意義，包含創造美善的大任命。昨天提到，包括創造美善嘅大任命、包括愛鄰舍的大誡命。愛鄰舍嘅大誡命你。會發現一個真正衡量一個人富有的標準，你會發現能夠真正衡量一個人係咪富有嘅標準，不是他擁有多少，唔係話佢擁有咗啲乜嘢，而是他可以給予多少。而係佢可以俾幾多嘢出嚟。而這也是一個人喜樂的來源，而呢個就係一個人佢能夠喜樂嘅源泉，不是他擁有多少，唔係話佢擁有咗幾多嘢，而是他可以分享多少，而係佢可以分享幾多嘢，也包含帶人做主門徒的大使命。亦都包含咗領人作門徒嘅大使命。因為唯有在跟隨耶穌的過程當中，因為唯有喺跟隨耶穌嘅過程當中，我們才能夠活出人性的那種上帝創造要我們活出的美善，我哋先至能夠活出上帝創造我哋嘅嗰個人性嘅美善，那種能夠散發永恆尊嚴的光輝。係嗰一種能夠發散一種永恆嘅尊嚴嘅光輝。因此，使命是一個好消息。因此，使命係一個好消息。而最後，這個福音也關乎上帝的國度。而最後呢個福音亦都係關乎上帝嘅國度。當耶穌再來的時候，當耶穌佢再嚟嘅時候，上帝的國要全然降臨。上帝佢嘅國係要全然降臨。昨天我用了一個雲霄飛車的例子，琴日我用咗個雲霄飛車嘅故仔，來講到當我們有一個將來不會死的盼望的時候，講到如果我哋擁有呢個將來係唔使死嘅呢種盼望嘅時候，它會改變我們今生面對一切的角度跟眼光。就會改變我哋今日嘅面對一切嘅角度同埋眼而光。宣教是什麼呢？而宣教係咩呢？宣教不是說哇好可憐哦，他們好可憐，我們去幫助他們，宣教唔係話哎呀佢哋真係好可憐啊，我哋去幫下佢哋啦，而是我們帶着一個極大的盼望，而係我哋帶住一種極大嘅盼望，他的生命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佢嘅生命唔應該係咁嘅，有一種新的可能，係會有一種新嘅可能性。我們走進到他人生命的破碎之處，我哋進入他人生命佢嘅破碎嘅地方，去看上帝在那個破碎之處，上帝在做什麼，去睇下喺嗰個破碎嘅地方，上帝佢要嚟做啲咩嘢，然後與上帝同工。然之後我哋一齊同上帝同工。日本一直被號稱是宣教的硬土。日本呢係被稱為宣教嘅硬土硬地。去年我有機會跟一個基督徒的日本藝術家有一個很長的對談。舊年呢，我同日本嘅一個基督徒嘅藝術家有個好長嘅訪談。他就談到說日本的傳統藝術形態，佢就提到日本傳統嘅藝術形態。不論是日本畫，就是日本的膠畫，無論係日本嘅畫或者係日本嘅嗰個膠花，或者是日本有一種特殊的技藝，叫做金繼，黃金的金，繼承的繼，或者係日本嘅一種特別嘅技藝叫做黃金技，黃金嘅金。他說其實這背後都反映出都可以是對我們理解福音的一個很寶貴的藝術形態。其實
透過呢啲事情都睇到係我哋了解福音嘅一個好有意思嘅藝術形態。什麼是經濟呢？咩叫做金記呢？就是日本很多地震，就係話日本佢有好多地震，很多家裏他們有一些很寶貴的瓷器，在地震的時候可能就摔在地上碎掉了。屋企裏頭有啲好珍貴嘅瓷器咧，地震一嚟咧，可能就會跌低落嚟就爛晒。可是那些瓷器都是有很寶貴的紀念價值的。但係嗰啲瓷器都係有非常之寶貴嘅紀念價值。於是他們就會把那些殘碎的的瓷片拿去給一個經濟的師傅。咁於是咧，佢哋就將嗰啲殘碎嘅瓦片收拾起嚟，交俾一個金技師傅。然後這個經濟的師傅就會把它修復。呢個金技師傅咧就能夠將呢啲嚟修復。然後裂痕之處用黃金把它連接起來。喺有裂痕嘅地方咧，佢哋就同上啲黃金將佢覆蓋起身。所以修復好的經濟的瓷器跟打碎之前是長得不一樣的。所以修復過嘅瓷器之後，喺打碎之前嘅樣係有啲唔係幾同，可是它的價值卻更高。但係個價值咧反而係更加高咗。然後後來他去訪談了一個經濟師傅，所以後來佢就去訪談一個金技師傅。這些師傅都說，他們一拿到顧客的這些碎片的時候，金技師傅話俾佢聽，當佢哋攞到呢啲碎片嘅時候，他們不會立刻開始修，佢哋唔會話即刻就開始進行修復。他們會先去觀看這些瓦片的碎裂之處、破碎之處。佢哋首先要嚟睇下呢啲瓦片佢碎咗嗰個地方。少則看幾個禮拜，一兩個月，有時候係睇幾個禮拜、一兩個月，多的時候甚至看到幾十年，甚至有時要睇上幾十年，直到他們在破碎之處看到美的時候，直到佢哋能夠喺個破裂嗰個地方睇到嗰個美好嘅地方、美好嘅時候，他們才會開始修復。佢哋先開始嚟着手修復。然後這位藝術家就說，一個經濟的一個作品，嗰個金技師傅話，一個精緻嘅一個金技嘅作品，有一個初始的創造者創造那個原來的瓷器，係有一個初始嘅創造者嚟創造呢個瓷器，也有第二個新創造的師傅把它修復了，亦都有一個新創造嘅師傅嚟將佢修復。而他說，我們的上帝，佢話我哋嘅上帝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事情，佢喺我哋身上所做嘅事情，同時包含這兩件，同時包含咗呢兩個身份。他按照他的樣式創造了我們。佢按照佢嘅樣式創造我哋每個人。可是當我們在罪惡當中破碎的時候，但係當我哋喺呢個罪惡當中破碎咗嘅時候，上帝的救贖不是把我們恢復成原廠設定，上帝嘅救贖唔係將我哋恢復到原廠嘅設定。如果只是恢復成原廠設定，沒有用的。因為如果只係恢復到原廠嘅設定，係一啲用都冇。因為你會犯第一次罪，你就會犯第二次罪。因為你如果犯第一次罪，你就會犯第二次罪。可是上帝的新創造卻是讓我們帶着我們的破碎，而上帝佢嘅新創造就係令我哋帶住我哋嘅破碎，但是那個破碎卻成為美好榮耀的記號。但係呢個破碎成為美好榮耀嘅記號。弟兄姐妹，你生命有破碎之處嗎？弟兄姊妹，你嘅生命有冇破碎嘅地方呢？是不是曾禱告說，上帝啊，讓那個東西，我好希望那件事情永遠沒有發生過。你係咪曾經禱告話，上帝啊，我真係希望嗰啲事情從來都冇發生過。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這件事情，連我自己都不想記起那件事情。我唔希望有任何人知道呢件事情，我甚至自己都唔想再記得呢件事。發生在我身上的，就讓我這輩子再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完美的人。發生咗呢件事之後，我嘅人生就冇可能再完美。我這一生就是一個破碎的人。我呢一世就係一個破碎嘅人。但上帝的新創造讓我們看到，但係上帝佢嘅新創造讓我哋睇到，那復活耶穌基督復活的身體不是沒有傷痕的身體，耶穌基督佢復活嘅身體唔係一個冇傷痕嘅身體，而是有釘痕的手，而係有一個釘痕嘅手。同樣的，同樣嘅，在基督裏的新生命，喺基督裏頭嘅新生命，不是假裝過去的傷害不存在，唔係喺度假裝話過去嘅傷害唔再存在，也不是消除我們的記憶，讓我們以為它不存在，亦都唔係話要攞走我哋嘅記憶，以為過去嘅一切都冇發生過，而是在我們的破碎之處，而係喺我哋破碎嘅地方，上帝創造出新的美的善的。上帝佢要嚟創造出新嘅美同埋善。
你愿意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吗？你願意成為上帝手中嘅器皿嗎？让上帝持续在你生命中工作吗？讓上帝佢能夠持續咁喺你個生命裏頭工作嗎？当我们自己领受了这么好的福音，而當我哋領受咗啲咁好嘅福音嘅時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家人朋友的时候，當我哋睇到我哋周圍嘅朋友家人嘅時候，你渴望他们的生命也经历这样的医治跟恢复吗？你係希望佢哋嘅生命能夠經歷同樣嘅醫治同埋恢復嗎？你渴望他们的破碎的生命也成为上帝荣耀的创作吗？你渴望佢哋嘅破碎生命亦都能夠成為上帝榮耀嘅創造嗎？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所以喺未來嘅日子，在这个宣教年会的聚集当中，喺呢一次宣教聯會嘅聚集裏頭，我想邀請我們大家每一個人來去跟上帝禱告，可不可以兩件事情？我想邀請大家同上帝禱告兩件事。第一個是在我的周遭有沒有哪一個人是上帝你好渴望我去把這個好消息跟他分享？第一件事就問上帝喺我個周圍有冇一位係你好願意我去同佢分享呢個好消息嘅人？開始為他禱告。等我開始嚟為佢祈禱。我知道教會之後不久之後有福音聚會，我知道冇幾耐之後，我哋教會會有個福音聚會。不要等到福音聚會前才關心他，唔好等到呢個福音聚會之前先嚟關心佢。現在就開始為他禱告。你而家就開始為佢祈禱。你有什麼感動？然之後你有咩感動呢？上帝對你有什麼提醒？上帝對你有咩提醒呢就？坐在他身上，你就做喺佢嘅身上啦。然後勇敢地邀請他。然之後勇敢咁嚟邀請佢。上帝能夠用各樣的方式上帝佢係可以用各種各樣嘅方式，來拯救我們。佢嚟拯救我哋每個人。第二個，第二點，我也禱告，我亦都祈禱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在未來一年當中，喺未來嘅一年裏頭，我哋每個人，我們都能夠跨越我們的文化舒適區，我哋都能夠跨越我哋嘅文化舒適區，去跨越文化，把福音帶給不同文化的人。去跨越我哋嘅文化，將福音帶俾唔同文化嘅人。遠可以去到遠方，遠嘅咧，你可以去到好遠嘅地方，但近也可以近在咫尺。但係近亦都可以近在咫尺。其實就在華人教會當中，裡面也有不同的文化，不是嗎？其實就係喺我哋嘅華人教會裏頭都有唔同嘅文化，唔係咩？粵語的文化、華語的文化也不太一樣。粵語同埋華語嘅文化都唔係幾一樣。第一代的文化跟第二代的文化也不太一樣。第一代同第二代嘅文化都唔同，甚至在我們的家族當中，甚至喺我哋自己嘅家族裏可，能也有不同種族的的婚姻。亦都可能會有唔同嘅種族嘅婚姻。在我們的工作場合，喺我哋嘅職場工作上邊，我們都會遇到不同種族文化的人。都係會有唔同種族文化嘅人。我們有沒有可能跨越文化的界限，我哋有冇一種可能去跨越到呢個文化嘅界限，嘗試把福音帶給他們？嘗試住將啲福音帶俾唔同嘅人？我相信當我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我相信當我哋願意咁嚟做嘅時候，上帝會親自讓我們看到機會，上帝佢係會讓我哋睇到機會，也讓我們在當中去經歷它。亦都能夠讓我哋喺其中經歷到佢。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天父，謝謝你，天父，我哋多謝你，福音是你的大能，福音係你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嘅人。不單是在我還不認識你的時候，你要拯救我；唔單止喺我未認識你嘅時候，你就拯救。便是我們受洗之後，即使我哋受洗之後，我們都天天需要經歷福音的大能。我哋每一日都要嚟經歷福音嘅大能。也求你親自祝福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求你親自嚟祝福我哋在場嘅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都認識到我們的價值不是在我們的工作，我哋都知道我哋嘅價值唔在乎我哋嘅工作，而在你的工作。而係你嘅工作。認識到你對我們的愛跟接納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哋知道你嘅愛同埋接納係超過我哋嘅想象。也珍惜你託付我們的使命。我哋亦都珍惜你託付俾我哋嘅使命。知道我們的人生每一天都是有意義的，知道我哋嘅人生每一日都係有意義。使用我們在本地，使用我哋喺本地，甚至到遠方，甚至要去遠方，也成為這好消息的使者。成為呢個好消息嘅使者我。們這樣同心的禱告，我哋同心祈禱，奉靠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奉靠耶穌基督嘅聖名。Amen。阿門。